試過意外帶住助聽器沖涼的78歲男士，今日一人到來我們辦事處，指定要試我們新的防水助聽器。男士告訴我們，他看到我們的短視頻，當中有一個78歲男子由兒子陪同到來試機，男士當場感觸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他左右耳重至極重度弱聽。原來男士孩童時有嚴重中耳炎，導致聽力下降。近期睇政府耳鼻喉科醫生，醫生判斷右耳差不多全聾，但我們建議男士左右耳試用一對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在商業效應下，男士兩隻耳仔都能夠聽得清楚。外出到嘈吵嘅紅綠燈口試機，在3米嘅距離問男士住邊度及飲唔飲咖啡，男士都聽得非常清楚。你住邊度㗎？有冇飲咖啡啊？今日幾時飲啊？有冇落糖落奶㗎？男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